昨日办过后，昨日16起事，如系几多行人挂字的日的，因为加速咨询过到位，也是接路对各地过来强下挂字。不过安泰真人强下挂字的场面引来引少为哟，评论人口引来引多，母体引来引唔拉用。28年前开始推行用火种，民众对投下归难接受，都显下家家路用安尼的方式的。太太细细嘅那个塔没引来引多。苗栗县政府还打算要提后龙起一撮标的600万的投币嘅民众人气。今年我们会去到苗栗，了解农游委所要成立民众人气，有按多位采天人按反对。不过，据我睇苗栗嗰度西湖乡嘅居民3认为讲，以为公立那个塔附近嘅嘢环境较好嘅。不过那个塔还系要起发的地哦，故所也按多年来，中南镇公所开始推行环保种。没系苗栗更加唯一推行嘅乡镇，不过一般民众如接受，还系爱加一站的。撒下去之后，我们觉得不再存留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精神、它的生命、它的影响力永远存在我们心中。当年瓜子对桃园生活业务人来讲系动态事情，规范的业务肢体都会转到家乡，为主塔条件占到年。其中还有一道係地區外同當年嘅僑胞等工作嚟見阿公婆。別來看祖先嘅根據本基地來事情來拜祖先。今天看到很多不認識的親戚，以後會想要更認識他們。行人特別重視對土地感情，仲係希望用於專家嘅做地轉到故鄉落入佢見。條班人單都係用體重，肯定人口見來見多，做地用嘅鐵也見來見少。因為以前嘅客家人土葬其實按照胸葬啦，給名稱而胸葬，埋落去5-6年以後呢，個肉全部都腐體了，全都骨頭，將去減骨，染起來曬走來，變到金到硬度，再去做風水，咁樣係利用按照土地啦。所以結果繼續磨下生利用土地。認真做地用嘅鐵見來見少嘅，由政府第80年起始推行下環保火種，也係苗栗縣做地講要求上都係用火種，為咗節節增加安家嘅需求，就要同到公司立那個塔就成立嘅。也係苗栗縣政府限地後龍規劃一處人工東南亞生態嘅殯葬園區。殯葬園區它在這個方面它是以每年往生平均人口4000人，在用20年的规划来计算这个量体的。好，那当然这个是也除了也是希望能够方便这个县民在祭祀或者是在有这种塔位需求的时候，能够更充裕而更方便。不過做啲殯葬園區嘅工地條件，蔡天然特別基礎簡單嘅木棚技術工程超過1000年嘅。天使環嘅世界就小潮起火配燒，咁麼解咩唔很離開。在一個好山好水的這個地方，來開闢一個這麼歷史東南亞最大的一個殯葬園區，對地方的這些居民百姓，當然造成影響非常的大。那如果說今天因為你的空氣污染、你的水的污染，而造成這些農民無法耕種，無法來使用它的農作物的時候，我不曉得政府他應該如何來說法，如何來對這些鄉親做一個負責任。我們周邊的以龍港來講，它的海產魚類，那個貝殼類的東西，如果假設今天外地人如果說你們那邊有那個殯葬園區排出來的屍水都流到這裡，我請問，還有誰吃得下我們當地的海產？反對民眾很強烈爭議，就女政府1802年公布嘅統計數據，主管機關明明就提供苗栗那個特別使用率行忙到5上，仲嘛還係堅持為施工老農地、邊牧地。目前就以後龍鎮來講，就是我們有百姓宮那邊有2座納古塔，後龍鎮公所
又有一座纳古塔，现在又在 BOT 的方式又在做一座纳古塔。那周边的包括我们造桥、通宵，这周边的都非常多的这个纳古塔，所以它的使用率还是偏低，根本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的纳古塔的需求。我们现在苗栗的趋势是，火化的话往北是要送到新竹的羽化馆或者是竹东的火化场，那往南的话可能送到大甲的火化场去。那南北奔波后可能稍显疲累了一点，那也让家属十分的很不舍了，没有尊严的感觉。那我们在这个离北二高下来这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这个殡葬园区，可以让这个家属不需要在南北奔波，那也很有尊严的完成了这件事情。火化場唔拉係苗栗縣政府一項主要考量，希望民眾延期做好過後，苗栗人民相關嘅喪葬態勢處權一擺就做為好，唔過蔡天人沙動反對。老土地變更方式來用係民眾強烈反彈嘅一項主要原因。只有民眾法律規定，要得到所有地主嘅同意，將做得來做開發。唔過現時延期一定程度上還有私人土地爭議未解決。韓國當地居民也唔想犧牲生態品質來成就亞紅利片。我们的殡葬车队如果从这里经过的话，也会干扰到我们当地的居住环境。我们求学的时候读过《孟母三迁》，每一个天下父母心，哪一个人不是想要替自己的后代子孙找一个好一点的环境？但是我们当初我们苗栗县的大家长刘正宏的刘县长，他是让我们的学童在这种殡葬的环境底下要成长的吗？俗话说教育是100年大计，但是我们的苗栗县的大家长，他有重视我们这个100年大计吗？当然，这个民众应该对这个殡葬设施所谓的邻避设施、嫌恶设施，当然就是都希望存在，只是不要在我家附近啊，就是一个邻避的效应。那这不可避免的啦，这个政策也没有办法得到所有人都能支持。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再多开几次协调会，然后拉近跟这个当地里民的声音。做纳骨塔同冇做纳骨塔嘅一個比較嘅一個親好嘅一個比較嘅現象。可能到骨頭硬嘅啦，可能到有酥嘅啦、胎嘅啦，個頓條條，當嗬係成個冚冇堂條嘅，成個瓜子唔到塔到其實係原埋葬嘅福利。尤其中有塔到嘢嘅埋葬咧，廠嚟講凹多，對地方啊，即係遇到人耕到跌到，所以講對日嘅地方美化綠化嚟講，也非常嘅唔方便。來到市府公立納古塔、反塔順風就係民眾種告訴，蔡天人就啲納古塔順風係安久呢平平安安，還有鄉親認為佢納古塔過後環境比頭擺係那強烈，係那人流嘅。望去納古塔家嘅內路亂七八糟，嗰個有骨頭喺度嗬，到處都看得到嗰個硬喺度嘛，人捡起來嘅樹嘅個硬喺度有嘛，嘅乾喺度，當然都打到內路爛漿漿到嘛，也有時也納古塔家嗬，就反正也變咗以後嘅。部分魚會驚啊，但係我輕係將係啲思想嚟講嗬。反正也讓長官按多嘛，也是我們從小也帶習慣了，也唔會講。那有啲老人家有意見會講，講哦要按到細一點，不要表呀，也會講啊。但係啲技術高也唔會講嘅啦，你也從也裝好來哦，環境也盡力當好啊。市府也從公立納古塔喺老公墓做到從公園用嘅環境來起嘅。老頭擺看到人會講嘅印象冇共用，皮下風土民情特別世界個嘅建築形式，啲係唔係一件火種嘅20年前，尚係清醒嘅做法。就等於講改葬，會改變喪葬的一個風俗習慣，
这个奖励办法，加迄消费者来注图，当然由政府有奖励金，咱个过去要统一的规则，就那骨头就到四角形的，到背面因为我本人感觉到地方上对地理风水还有一个习惯性，就使用种八卦形的啦，圆圆，就有一个地理防水好来标。同爱人照顾整理母体的途中来比，家里片卫生的火种，民众卡做的接触的，中央有强烈的骨塔，未系时代发展。按多年过后，市府乡的骨塔已经变为难咩，也乡长还计划爱去听一错，未已经加个铺进行相关规划，就将村的塔位唔大好用。昨天呢，我们相关单位都到现场去看了，也把它拉这个彼此也拉大概的距离呢，两座纳古塔的距离，还有现有的，如果说把这个整个位置都框出来，了解到说会占用，要迁涉到说要建葬、要迁葬的部分，就是有7座家族墓，另外差不多有20几座的一个它的一般的墓。公所目前经营的公墓、公立纳古塔，都是在公墓里面截取一小部分进葬以后来做这样子的公立纳古塔的设置，因此呢，这个民众本来就把这边认为是殡葬区了。那当然，这只是改一种形态，就是纳古塔的形态，那更干净、更环保。那当然，这个民众的接受度就会相对的提高很多。市府乡无论係室內，也係舊納古塔，都係無體無用，故所數代主動未相對較少。係講做的，這個做好有效管理，納古塔還發揮到還那睇效益。講到納古塔可能講係係小陽同滿數嘅金額嘛，當然差唔多有3-4千萬嚟挹注到財政嚟做建設。可以講係按多年來，可以講超過3-4億嚟挹注到小陽各方面嘅建設，不管一個社區巴士也好，以前托兒所也好，也唔係當到以前我記得有獎學金也好，全部都跌落來。不過，也下相關成立新嘅納古塔已經見來見下呢。從現來看，現有塔位做慢會表現。當地地方嘅快速指定用很合乎土地使用效益的方式來處理身後態勢。我們撒葬制，我們把它規劃在這個圓環裡面區塊裡面。我們撒葬制，它只是說把這個底層泥土稍微不是不用挖得很深，稍微撥開來它把它撒到上面，然後再泥土再把它覆蓋上去這樣。因為你沒有再覆蓋上去一撒馬上會風大就飛走了，沒什麼意義。做法是這樣的做。全台灣現時總共有29個墓園當地嘅推行環保中。另外，中南鎮公所對於94年起時，每到本地嘅墓地洗走整治過後，改去做環保中嘅墓園，喺苗栗現時為推行環保中嘅所在，味道嘅推廣和公用書中唔是錢。環保上的優勢就是它也可以用一小塊的區域的一個土地它可以循環使用。納古堂它就沒辦法循環使用。納古堂它就是一個建築物，一個箱體在那邊，它沒辦法重複利用、有效充分利用的土地的墓地的資源這樣。而且納古堂以後久了以後，一棟建築物它還會老舊，會變成危險建築物，勢必以後我們還造成一大筆經費，把那個建築物再重新蓋過來。我覺得在這一塊土地本來就是要永續經營、永續發展，然後讓同樣一塊地，可能裡面我們就可以讓不同的人去在不同的時間內去使用，這樣是最好的。對，只要推廣這樣的一個觀念，我想大部分人都會接受。唔過唔單將塔位前面會用到冇好用，也唔係大嘅素材都有納古塔。從民眾入宅嘅觀點來看，台灣人按道應該愛上網傳統書中、法中，或者係懷中一道環保中。簡單嘅一面壁就做到幾十個塔位，係講法中、書中連壁啥都冇，種一條不강인隔夜法，或者係書嘅就代表研究經驗。
不过也唔係一多民眾接觸得，為推行還有動態困難。就我們中南這邊方面哦，老人家還是比較受的教育水準是還是沒有像都市人比較高，所以他傳統觀念還很執着，他還不會接受這個環保葬。如果是客家族群，他的一個顧慮就是說，我沒有跟祖先他們在一起，我沒有跟祖先他們在一起，那我就不是我們這個家族的人了。對，那閩南族群他就會比較這個部分，他們會比較接受度會比較高。瓜子係民眾獻鑑種草感情嘅重要法通，唔過等時代改變，也已經近來艱難看到行業就努力用3千里來建阿公鋪嘅，呢度相關嘅文化未見怪見簡單，民眾未見來見填平貼嘅。專家好爭議理，時代改變對傳統文化造成嘅動態影響，實在都難避免。唯一做得永久保存下來嘅，係對老祖公尊敬追思嘅情誼。時代進步都按樣，依然講永久嘅生活方式唔會改變，應該禮儀嘅形式唔會改變，你係一困難嘅。但是對祖先嘅尊敬，對禮儀嘅形式雖然有改變，但是精神係同樣。我想嘅精神保留比人嘅形式嘅保留呢，有較重要嘅意義。用這一個生命來影響其他更多的生命。生老病死係大家天初會行路，對土種、火種都反播種。按多年來變種文化有為動態變化，唔過土地就嘅按度嘅，漢傳人愛用同往生者來分配利用，係天初來面對嘅問題。